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公元2020年，岁厝庚子年。讲起来，这个子是地基白头前，就亲像讲天干白头前就是甲，毋则人一句话讲60甲子。庚子年，庚子岁金厝。台湾俗语内底有真侪甲厝有关系俗语。国情原来讲出来，甲所有观众朋友，咱互相来趣味，咱来探讨一下。第一，咱来讲厝，一般人拢形容讲这细项的啦。你像讲小可代志，武甲袂收煞。俗语话一句讲，鸟厝啊空，武甲变弯弓门。弯弓门就真大空咯，就圆的门斗迄款的形体。弯弓门遮尔大，毋过吼，自本是鸟厝啊空尔呢。这另外一句俗语话咧讲。讲细空若毋补，大空就叫艰苦。啊，鸟厝啊，咱即个形容词咧描写细，毋若讲鸟厝啊空即句话尔。另外还佫一句，讲吼国情啊，即个人吼，小可代志啊咧共扣hin。国情啊，即个人安尼鸡啊长，鸟啊大，即句话就是讲吼，拢会共报鸟厝啊冤啦。鸟厝啊冤就是小可冤仇咧，小可坐隔壁。无张伫椅仔甲弄着尔，啥物讲3个月后，甲春卡出手变一寡机关，国情啊，即个专门咧共报鸟厝啊冤咧，真不懂。即句鸟厝啊冤，就是讲小可代志，小可冤仇，你也扣伫咧心肝内啦。是来做人，毋通安尼生。啊，讲到鸟厝，另外俗语阁有一寡形容词，你像讲咧描写讲鸟厝吼，你注意甲看。除了讲尾溜真长以外，溜溜秋秋食两蕊目睭，迄两蕊鸟厝啊目是真金。毋则人一句俗语话，讲鸟厝食油，鸟厝拢会偷食油。啊，食油引起咱一种联想，引起咱一种想法。讲做鸟厝食油，就是目睭金。看办事，越东越西，真会晓判断代志，真会晓看风势就去办工课。安尼叫做鸟厝食油，目睭金。毋过实在讲吼。虽然鸟厝食油是目睭金啦，做人做事确实也着爱脚踏实地才要紧。鸟厝的俗语内底，原来有伫咧劝人讲脚踏实地呢。另外还有一句，就是讲做鸟厝烧竹篙，一目一目。竹篙吼本地就一目一目啦。啊，无共款的动物，你若要去你到竹篙顶，当然所行搭的方法就无共呢。你像讲鸟啊，一个飞就去里岸。你像讲家蛇，有时咱会当偏失，我会当小飞一下呢。毋过鸟厝敢若一步尔，鸟厝烧竹篙就是讲一目一目，咱来照步来。啊，万项拢着爱照步来。毋则俗语另外佫一句，讲做家己栽一丛，较赢看别人。